台灣個反應咧係我本身我都好有信心會好好，因為我好中意呢個劇本，同埋我覺得我睇完之後自己都好感動啦。咁但係嗰個對於我個角色嗰個喜愛嘅反應，我係好受寵若驚嘅，因為佢哋係超級中意我個角色啦。有啲人直頭會話，好想將余克玲娶翻屋企咁樣。跟住我睇有咩咁吸引啊？你個角色？哇，不得了咯！簡直係戲入邊嘅陽光。係因為男主角嘅角色係比較沉重啦，嗰一日佢都比較抑鬱嘅狀態啦，好緊張啊，要處理好多嘢。咁我就一路喺隔離支持佢陪伴佢。咁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好喜歡呢個角色，亦都好喜歡部電影。香港咧就我都緊張嘅，所以我同阿田生嚟緊呢個 weekend 都會去借票，因為即係啦，咁始終有兩部好犀利嘅賀歲片喺度，所以我哋又係台灣電影啦。咁就可能真係未必係咁多人會知道我哋就嚟上映啦，咁所以我哋要話俾人哋聽喎。你知嗎？香港上映？緊張啊，很緊張啊。因為不知道，因為有一種就是很像那種。有一種很像回娘家的感覺，回娘家的感覺，跟我他不知道娘家人看到你在夫家受氣了，會不會覺得很生氣？對啊，就是會有這種感覺，但就是因為是第二次，有什麼感覺啊？感覺就很開心啊，因為跟香凝是之前在亞洲電影大獎時候第一次遇到嘛，沒想到很快就可以有合作的機會，就覺得哇很開心。那田大哥就不用講，就小時候一定就是看他的電影，就是覺得哇可以跟小時候崇拜的演員一起工作，覺得是很榮幸的事情。然後在拍攝過程當中呢，就是像田大哥會給我們很多歡樂，以及他拍攝的經驗的分享，就告訴我們一些戶政事務所那場戲吧，突然有一個小小的，但田大哥就是說，哦，這個東西很好，這個你寫劇本或者排練都不一定會排得出來的東西，應該要保留在劇本裡，這種很好的建議。就會從大家身上學到很多，這樣他要穿着禮服啊，高跟鞋一整天，就覺得他非常的敬業啊，每天都是最早來現場開始書畫啊，然後大家一起收工，這樣就覺得哇，他真的是很敬業，很厲害。一次拍台灣片，會唔會覺得都第一次拍就有咁受歡迎、咁好成績，會唔會多啲拍下咁樣？有機會就當然想，係啊，咁但係都始終屋企喺呢度，小朋友喺呢度，都唔可以成日離開，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嘅話，都要諗下，要考慮嘅，但係視乎，因為始終台灣都 OK，咁視乎中間會唔會有啲時間可以俾我翻嚟咯。其實今次咧拍咗2個半月啦，我翻咗嚟5次。即係一收工我就即刻撳機票，跟住就翻嚟，可能1日半就翻去。掛住係啦，唯有係自己咁樣飛嚟飛去。試下金像你又攞咗啊嘛，金像影后，金馬，衝下金馬。係唔會啦，今年的應該會，他會可以嘅。金馬。金馬，不敢想啊，不敢想。觀眾喜歡比較重要。OK。田生都好少拍台灣嘅，我未拍過，我其實係拍過一個嘅，好多年前，但係嗰部戲又冇上到，咁所以呢一部係算是係第一部，係第一部。啲人都話你會金馬男配喎。哇！我真係冇諗過，我淨係覺得我好享受啊！我覺得好享受，作為即係唔需要再咁多個身份純演員，所以演嘅時候我自己就好舒服。好耐未試過，即係唔係我未試過係純演員，唔使諗其他嘢，因為即係原來我演戲都係有啲天分。咦，咁咪有機會？最重要都係因為真係成個團隊咯，台前幕後大家真係好敬業同埋真係好專業，所以好開心。我就冇乜特別咯，我淨係去到淨係去諗住點 enjoy 啦。但係我係試過有唔知1-2場，我係試過突然間又做咗啲導演啊監製啲身份咧，走去教人哋，個鏡頭喺嗰度啊，就多事咗嘅，又多事咗少少。職業病。田哥要來一起參加演出的時候，我超開心的。就是那時候還不確定，就是帶領的，就是他戲裡面叫帶領的爸爸會是在誰演，然後
导演就说我们可能会找田哥啦，说哇真的吗？真的找田哥来吗？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兴奋，这样，然后也很感谢田哥就是答应来一起演出，这样就非常开心。对，而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场戏是田哥把我叫到外面要骂我那一场戏，然后那场戏田哥就是很，因为一直被大蔡就是另外蔡凡熙的角色一直跑出来打断，然后田哥就很生气，他气到甚至跳起来，那我真的是憋不住，我就笑出来，我就天哪，太好笑了，怎么可能这样演？天哪！然后我又镜头这样拍我又不可能这样子演，我就赶快把头转过去对着蔡凡熙，然后就开始嘴角一直笑，然后蔡凡熙就因为他面对角他就笑出来，就大家就说蔡凡熙为什么在笑？然後說是劉冠廷先笑的。田生成日搞到我哋現場忍唔住笑。係嘛？焗蟹啊！係焗蟹啊！真係焗啊！我係直頭係唔望啦，算啦，我唔感受佢，反而係同阿爸嘅關係咯。即係我就好似將我心入邊一直嘅渴望就擺即係實現咗喺呢個劇本上面。因為我同我爸爸媽媽都係分開咗。我爸爸係一個好傳統，乜都收埋唔講嗰一種。咁但係我同田生嘅關係係我哋相依為命嚇。到即係要結婚嗰日，佢係將佢心底話嗰種愛係講晒出嚟、流露晒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係好感動嘅，即係好似我一直好想聽到嘅説話，田生講咗出嚟俾我聽。拍到喊。有啊，即係呢場。有係啊，即係嗰啲叫台灣叫拜別啦，即係其實就等於我哋可能斟茶同佢哋講嘢咁樣。我見到佢一跪低，一見到佢喊，咁係真自己嘅情緒，真情緒，唔係你個緊製演戲毛嚟嘅。自己啊，自己係啊，所以我冇咁犀利啊。唔係，我真係好佩服佢嗰啲撳掣就嚟。你咪我個掣咯。好叻啊！佢要喊就有，我覺得係喊嗰場，我睇翻啦，佢嗰啲嗰個好真情流露。所以我先至話喂，我第一次，因為我同佢係第一次合作，之前又唔識。我話喂，我真係好覺得我哋呢個影后係實至名歸，唔係符碌啊，唔係執翻嚟嘅，係真係好型。所以今次嘅合作同台灣嘅成班好鬼開心，很高興，整個團隊啊、演員啊，所有人都很有呢種 family。咁你自己係已經結婚2年，係咪有冇諗過都好似戲裏邊大排筵席啊，將來即係搞婚宴？會唔會辦一場婚禮？你已經結婚了。佢未辦婚宴㗎嘛？係咯，佢結婚。我還沒辦婚禮。對啊，我會想要辦，我會想要就是可能不知道，因為我們的家人都在南部啊，年紀對那個爺爺奶奶都年紀大了。所以還在想說，那我們是不是也是要辦2場，但不要在同一天啦，那一天太辛苦了。可能就南部跟家人，然後北部跟朋友辦，有這樣子討論過了。今年來。希望今年對。那我們可以來嗎？當然可以啦，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啦，不要願意當然好啊，蓬蓽生輝，對不對？今年咁好快喎，而家都2月，而家現在對，要現在已經2月了。沒錯。加油！等這一波宣傳就是到一個段落的時候，就把握來機會。